係啊，大家好。咁呢，今日我就要教大家點樣由 LL 一個即係正常中文嘅版本改到英文嘅版本啦。咁最大嘅分別就係在於英文嘅版本呢，你係可以打空白鍵嘅名嘅。咁樣我支咪呢就比較嘈，加埋整緊其他嘢嘅時候呢，我就唔知點解講唔到嘢，所以大家都係就咁睇，但係好簡單嘅，絕對唔複雜嘅，係啦，咁就聽住歌睇啦。有一度係 program file X86，咁呢就可以，當然就撳落去啦，廢話。跟住呢個 Garena LLTW， 跟住全部都係撳第一個啦。咁到呢一度呢，你理論上會見到一個 LOCALE， 如果睇唔清楚，等陣喺影片下面會再詳細啲說明啊。咁啊 double click 落去，咁你見到佢原本呢就係 ZHTW， 咁只要改咗就得。改成為ENUS 咁啊，可以完成噶。之後交叉佢咁儲存啦，當然冇錯。依家只要重開 LL 就會 amazing 噶。部機太慢，撈下先。冇錯，你就已經見到佢係已經成為美圖咁樣。但係大家千祈唔好打錯 ENUS， 你大細皆有誤呢，佢都會亂碼嘅。所以嗱，當然你可以再有啲探究下究竟可以繼續改啲咩版呢？咁但係最主要都係改英文啦，因為我後來先知啊，所以我 UHS 嗰度唔可以唔知打空白鍵啊，又費事嘥咁多錢去再改名，就係咁多啦。希望幫到大家改啲空白鍵嘅名，玩下啲咩 SKT figure 啦，係咁啦，拜拜。